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公布了2020年度各国人权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国等近20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这份年度人权报告首次明文指出，在东突厥散发生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今年公布的这份报告在描述东突厥散大型拘留营项目时措辞更为严厉。报告明文指出，在东突厥散发生了针对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报告说，除了把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送入报告所说的法外关押营外，还有200万人受到只在白天进行的再教育培训。之前的年度报告未曾包括这一点。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卸任前把中国在东突厥散的做法定性为种族灭绝。布林肯今年1月表示，他认同前任蓬佩奥的定性。关于中国任意逮捕和法外处决维吾尔人的信息不断出现，有消息人士称，有一名叫买卖提埃利的维吾尔人知识分子于2015年遭中国当局任意逮捕，3个月后在监狱里死亡。据悉，买卖提埃利是东突厥散墨玉县人，1970年代出生，1996年毕业于所谓新疆大学文学系，曾担任高中文学老师。1990年代出版专辑《信仰之光》，颇受欢迎。他于2007年前往沙特阿拉伯朝觐，回国后从事生意，在和田建立矿泉水厂。2015年，同许多维吾尔学者受到中国当局任意逮捕，3个月后死讯传出。消息人士称，他曾出版多篇文章，为普及伊斯兰知识方面做出不少的贡献。挪威加入了欧盟对在中国被指控侵犯人权和个人和公司的制裁。中国已经向欧盟提出了反怒措施。挪威外交部通讯顾问表示，欧盟于3月22日发布了涉嫌侵犯人权行为的11个个人和4家公司的名单后，我们通知欧盟，我们将与他们并肩合作。受影响的包括4名中国政府官员和1家中国国有公司，他们被指控在东突厥散地区侵犯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人权。芬兰纸浆和纸张制造巨头斯道拉恩索近日宣布，出于战略和经济原因，停止计划停止在该国约恩苏市生产溶解木浆。此前，该公司生产的溶解木浆被指出口于一间临近东突厥散集中营制造粘胶纤维的工厂。据南华早报报道，东突厥散目前是全球粘胶纤维工业的重要参与者，而以斯道拉恩索为首的芬兰公司则是东突厥散的溶解及化学木浆主要的供应商。报道指出，把纸浆加工制造成粘胶纤维的过程当中，要经过危险的化学工程，而涉事工厂临近再教育营，并指该公司同所谓新疆被指出强迫劳动的情况或存在关系。美国、加拿大和荷兰已宣布将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行径为种族灭绝。今年2月，芬兰总理马林在推特上表示，中国当局侵犯了人权，压迫了少数民族群体，并补充说，经商没有理由对这些暴行视而不见。伊朗人民聚集在一些城市抗议德黑兰和北京政府之间为期25年的合作协议。据社交媒体上的消息，聚集在伊朗议会门前的大约200名德黑兰人要求取消德黑兰和北京之间签署的为期25年合作协议。示威者高喊“伊朗不是出售品，出卖祖国的人必死”和“我们战斗，我们死，收复伊朗”等口号，表达对伊朗当局的不满。埃勒波尔茨和伊斯法罕省也有群众聚集在省政府大楼门外抗议中伊合作协议。示威者高举“中国滚出伊朗，我们要求取消协议”的标语。此外，生活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伊朗人也聚集在中国领事馆门前抗议上述协议。